因為買一條水間咧，走咗嚟 Bayview 呢度，因為淨係 Bayview 呢度先有，佢仲係啱啱拆箱添，即係早少少嚟都買唔到。佢膠嘅又有3寸乘3寸，女嘅啱啱開箱，新鮮熱辣，可能係就住呢個春季啲人要收屋，咁佢就訂嗰啲水間啊 downspout， 即係喺上面引落嚟嗰一條啊，啱啱先到步，俾我買咗一條，咁啊幫嗰個太太整嗰個水間。去嗰度咧個水間就係冬天咧俾啲冰封咗，掙下啦，因為冰喺零下4度，佢體積最大啊嘛，咁啊掙下到爆咗，跟住然後咧嗰個駁口位啊爆咗之後咧就漏水嘅，變咗落大雨咧就瘋狂咁樣倒水落個電箱嗰度，而家連個電箱咧都生鏽埋，我都要勸一勸佢啦。做多個工程，可能要俾多少少錢我使，省咗嗰個生鏽，跟住噴翻一個底油，然後咧再噴翻一個灰色面油。佢唔做都得㗎，唔做咧就會點樣咧？我估計啊，可能10年內、20年內都唔會發生，但如果一發生嘅時候咧，電力公司就話俾你聽，呢度唔安全，我會停咗供電俾你。因為我就同你做過個製箱，連埋個標頭一做咧，嗰度成3000至到5000蚊。因為而家新屋入伙嘅標頭係收個標頭費係摸埋咗3000幾嘅啦，已經我記得。因為佢好合理啫，電力公司又覺得唔安全嘅，我繼續續供電俾你。咁咪咯，咁到時個責任好煩啊！因為你譬如間屋有咩跳火啊，燒着咗，咁電力公司你梗係告電力公司㗎啦，係咪？咁又要係保險賠啊，電力公司賠啊，咁樣變咗太過煩啦。如果俾咗我係電力公司，我都會話咁樣我唔供電俾你咯，你搞掂咗，然後先至嚟揾我啦，重新再 certify 過去咯，係咪？你個標個製箱都生鏽到就嚟穿窿咁滯，我點供電俾你咧？咁又係真係好難講嘅。你又可以話，屌你真係屈我啫，夾硬收我幾千銀。所以我嘅睇法就係應該啊。趁未有事發生咧，省一省佢，噴一噴個底油，噴個面油。咁人哋電力公司咁上下都會巡一巡自己啲標頭啲接口得唔得噶嘛？如果唔得嘅，麻煩啫，係咪？夾硬供電俾你，真係燒咗點算啊？屌真係賺你嘅少少錢，孭咁大嘅責任，真係賺唔過。呢度有間美心冰室㗎嘛，賣西餅啊、咖啡奶茶啊。呢個有錢佬區啊嘛，嗰個美心餅店咧係一個名牌嚟嘅 ，premium 嚟嘅。好啦，分享到呢度就係咁先。而家走去食完晏咧就開工。